有一部經叫做《那先比丘經》，內容記載那先比丘同希臘王彌蘭陀談論哲理嘅事。彌蘭陀王問那先比丘：人類喺外表、頭、面目、身體、四肢都係一樣，但係命運就各自不同。點解有啲人壽命長，有啲人壽命短，有啲人多病，有啲人少病，有啲人貧窮，有啲人富貴，有啲人出身尊貴，亦有啲人出身低微，有啲人面貌端正，亦有啲人容貌醜陋。究竟係咩緣故各自不同呢？那先比丘就答啦，就好似眾多樹木所生嘅果子一樣，有酸嘅，有苦嘅，有辣嘅，有澀有甜嘅。呢啲樹木為咩嘢唔同呢？唔同嘅原因在於其所栽嘅樹種同埋佢嘅土壤唔同。人係因為宿世嘅業種唔同而顯結不同嘅業果。業有惡業、善業、不善不惡業。惡業種子係由無明而起嘅，因為無明而生貪嗔癡、殺盜淫妄、兩舌、耳語、惡口，因業力嘅糾纏而受報，流轉生死苦海之中。亦有做十善業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淫、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耳語、不惡口、不貪、不嗔、不癡，而感應善報，生天界、色界同埋無色界諸天嘅。因為各人業因不同，所以果報亦不同。有長命嘅人，有短命嘅人，有多病嘅人，亦有少病嘅人，有富貴嘅人，有貧窮嘅人，有尊貴嘅人，有卑下嘅人，有面貌端正嘅人，亦有啲人容貌醜陋。呢啲都係以前自己所造作所決定嘅。人所作嘅善惡業，自然跟隨自己嘅神識，喺唔同嘅時候得到唔同嘅報應。彌蘭王又問那先比丘：尊者，所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現在有人想作善事，想得到善報，此人應該預先做善事，抑或等到急事有所求嘅時候先至做呢？那先比丘就答啦：善事應該預先做，喺事後做嘅功德就有限啦。譬如等到口渴時先至去掘地打井，就唔能夠解決口渴，應當事先打井。所以做善事應該預先做，等到飢餓嘅時候先至去耕種，已經太遲啦。行善不及時係唔能夠有益於別人嘅。人係必須預先行善作福，儲蓄福德之糧。行善唔係一定要用金錢物質嘅，人係應該喺身口意三業方面行善修福，以自身作為修德嘅榜樣，以清淨嘅口業去勸化別人，鼓勵別人行善，唔講是非，唔做惡口、兩舌、耳語等口業，意念排除貪嗔癡，由此而消除殺盜淫妄嘅行為，咁就係無量嘅功德，亦都係無量嘅善舉嘅。